位电视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呢？愛教大家好，愛變做這個欣賞油品的人。要的油品不是油品美品那個油品哦，係愛同大家來分享，愛用版來識好嘅油。大家愛啲平常時啊，一日三餐都會食東西啊，甚至還有宵夜啊，對不對？古時候油特別嘅重要。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一隻當後生嘅細阿妹佢自家創業做頭家用，愛來做嘢好嘅油，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嘅來分享佢係4粒字嘅頭家用，緋聞分享。嗨，大家好，我是 Wendy 涂緋聞，很高興來參加這個節目。好，歡迎 Wendy 來到 N 節目當中，跟大家來分享。對，那就像我前面講的，這個油對我們的人體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後你們也看到有凍豆跟油都很重，而且我還聞到很香的味道，就是從我旁邊這個餅散發出來的味道，這就是已經炸油炸剩下來的那種跟油泡。都有這麼香的味道，所以我可以想象呀，豆嘅油聽抽黑，這個品質非常的好，味道也非常的好。不過一開始我先上愛來摸一下這個品牌的名稱，這很重要，這就是一個品牌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哈，也代表你們的理念。你們叫做4粒字，不管是客家話土，還是講福佬話土，就是小小粒的、小小顆的。這麼該不會按用嘅名，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呢？因為我們店裡，我們油坊做的油全部都是用小小的種子做的哦，比如說芝麻、黑芝麻、白芝麻、白芝麻、花生，然後種子它本身又蘊含了很多很多的能量，像台灣小小的種子、小小的絲，其實它都富含很多的能量跟不同的可能性，還有希望，對不對？對，還有希望，對。所以取名叫做細粒子、4粒子，但是這其實跟你們所堅持的理念也有關係，對不對？就是你們想要用最新鮮的東西，雖然量沒有很多，小小的、小小的。對對，我們每天就少一次都炸大概6公斤，然後一天可能炸個5、6次，所以就是少的量，然後希望客人就是新鮮的用。大概我們家的油大概幾乎都會是當週或前1週以內的，這麼新？對對，就有點像是媽媽親手在幫你做油那種感覺。對對對。這樣子，用油嘅概念好像沒有普遍達到大家的心裡，就大家可能平常對於油的概念不是這樣子。可以取得這麼新鮮的油品，但是你們卻堅持而本泰嘎親企業品質最好的這樣子的油。但是油不只是這個做的工坊很重要，其實從它一開始的源頭就等從油所以你們為了從最源頭對呀農產品開始來把關，你們還自己挑選契作的農場，對不對？對，對，因為我們當初會覺得原料其實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很有意思，一開始就想要找一些本土可以用來榨油的作物。一開始就是要從本土的開始找。對對對，所以我們那時候芝麻跟花生就在嘉義的東石這邊跟一個有機農場契作，一直到現在。我很好奇的是，台灣呀，它種芝麻，本土種芝麻的多嗎？其實因為現在進口的量非常的多，對，然後現在很多農夫其實，鄉村的人口有點老化，所以其實種植農作物其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是它的比例上是越來越少。那我們家的芝麻，我們用的是自然農法的芝麻，大概也是一般慣行的，大概3倍以上的價格。哇，對，這個雖然但像咖絲狗啊，用自然農法，顧名思義就是它其實要花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時間來照顧要的農產，韓國價嘅收成還不一定這麼好，因為就是自然農法的關係。對，你們當初挑選台灣在地的農產，挑選好的農法的農產，這也是你們也是一開始最堅持的，對不對？對對，但是我們的
商品里面大概就是不是100%是本土的部分，因为它会有价格的问题，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如果每天要用这样的油，他可能会有点需要取舍，就是我们有分进口跟本土系列的，对，就是但我们是希望本土的销量能够越来越多，就是可以带动国内就是台湾的农业的发展。我觉得其实从找契作的农产这一件事情，就都得看得出来你们对品质的坚持，跟就是保护自己的品牌，也坚持自己的品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从源头把关，而且你还刚刚有看到胸片，你是自己去到农场里面，然后甚至可能跟农夫聊一聊啊，去了解他是怎么种植他的农作物的。对，一开始是真的是要去认识农夫，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对，彼此信任的关系。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会有按用嘅想法，想要来去家来做品质好嘅油，要做好品质的油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对你的起因觉得非常的好奇。这么干按用一类 same 耶，就是漂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感觉不太会煮饭，没有啦，乱讲，就是我也是会煮饭啊，但我就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进一步到自己去开一间油工坊呢？是，我觉得每个女生应该都是会在结婚有小孩之后会开始慢慢改变。我也是这样。可是就是会煮饭跟要开一间油工坊是落差很大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我想得很天真。一开始是因为我读了一本书，我刚开始在学做菜的时候，发现采买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因为买到好的食材，基本上你的烹调技术也不用太好，你就可以做出很不错的饭菜。对。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叫《只买好东西》，它是一个朱慧芳老师写的书，然后它里面有提到一个章节是关于他们家的油品是怎么买的。他说他们家的油是请农夫去种一堆花生，然后当季收成，然后就当季拿去油车间榨。那我那时候就对这个画面觉得哇，好特别哦！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因为一般如果我们买油的话，就超市买一买就好了嘛。对啊，买一买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有看一本关于油品对健康的书，我才知道原来其实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出来的油跟你去超市买的油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油，对。因为在超市买的大概都是化学萃取的比较多，大概90%。那我就想要来问啊，就是像一般他男士给人啊，也就去市场买啊，按用就一罐油就都得买到，韩国家私又懂便宜。到底刚刚Wendy 说的，化学的制油跟真正在做很高级的油品的落差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Wendy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家做的油是用什么方式来制油，跟其他我们一般买得到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不管是价格或者是品质。好。我做一个比喻好了，我们家的油有一点像是果汁鲜榨一样的，像主持人旁边那个油粕，我们基本上就是好扎实啊，对，就是完全100%就是用新鲜的原料，然后去初榨，它就是我们只取地道的冷压的油。那化学萃地道冷压，对，地道冷压的油，就像果汁鲜榨一样。对，那我们也没有再添加其他的油品。那一般的化学制油法，它就是用化学溶剂的方式，把一些像大豆啊这样子的原物料，把它搅烂之后，然后再把油萃取出来，然后再经过高温高压，然后脱色脱臭的方式，是去萃取出一些很单纯的脂肪酸。但是这样的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比较没有营养价值在里面。因为按用供，对，外面的化学制油，它的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常的做法，只是呢，用比较传统的冷压制油的方法，给保留给饮用它都，我们一样吃下去，但是我们保留的营养素比较多嘛。对，包括像原料的新鲜，原料的品质，其实。像地沟油，它也可以用这种化学萃取方法萃取得很干净，所以他们原料端的
原料端对于品质的那个苛求度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这么高，因为毕竟你们雇的小孩比较少嘛，人家雇的小孩超多的。对，而且我们的油是很老实的，你原料不好榨出来的味道就不好。你很难透过化学的方式去改变它的风味跟结构。还有你刚刚讲的稀释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深刻的体验。我之前就是去超市买一般的香油嘛，就是香油，感觉香港应该就买便宜的就好的呀，便宜的就好了。不讲哎，真都不康哎。这样发现，我看一下它的后面标示，它写的很清楚，除了有芝麻油之外，它还有添加大豆油。对，就它就把香油的香味稀释掉了，它就老给跳弹美，所以我用的那个香油味道是比较淡一点的，跟我在可能有机商店里面买的香油，其实没香用的，它就是纯的，就是只有芝麻油。米西完全冇空用，故说希望假使天时机条件的观众朋友，还想要多了解，还较多同油有关嘅知识，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同大家分享哦。各位天時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當後生嘅調羹用，吼，伊個啲啊台中來開店，開乜嘅店咯，係賣呀好嘅油。好品質的油，其實也按當然來，我相信當人對油呀件事情有更來更重視。不過生來做乜該會按重視呢？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分享哦。剛下這個我們的緋聞 Wendy 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加掉嘅油是冷壓做成的，冷壓榨出來的。不過幾隻油嘅製作過程，都冇簡單，也有想到 Wendy 來，所以就要請這個 Wendy 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整個油的制作過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好的，我們採用的是比較傳統的冷壓的製法，但是我們有去改良一些比較傳統裡面我們覺得比較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說是有烘焙的溫度，還有比如它的衛生，還有它的那個大量的製造方式，我們把它縮小，就是首先呢，我們的原料會經過清洗，那清洗之後，我們還會再脫乾，然後再經過焙炒。那我們焙炒讓它香，對不對？對對，因為種子它一定要經過焙炒，它才會能夠把蛋白質轉性，它才有辦法榨出油來。那它在焙炒的過程裡面，我把它控制在比較相對低溫，就是不要去破壞對種子本身的營養價值。那第三個部分我們會降溫。那第四部分，我們就直接拿到冷壓機去榨油。那我們榨油的方式是用類似像千斤頂這樣子的概念，就是用很高很高的壓力把它直接壓出來，所以才會像這一整片很扎實。對對，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物理式的方式直接壓出來的。原來，冷壓的定義就是它在壓的過程不產熱。不產熱哦，對，不產熱，它不是用力這樣子給它壓出來的。因為物理製法裡面還有一種是叫做螺旋製法，它螺旋有點像絞肉這樣子把它絞出來，對，它過程比較容易產生高溫。那我們用的摩擦嘛，摩擦會生熱，摩擦會生熱。像這種的方式，用重量壓力去壓的這種方式，就比較不會有熱能的產生。是所以它叫冷壓。對，就叫冷壓。對，對。然後榨油榨完之後，還要有一個等待。沒錯，對，就是需要，我們有一些油品呢會需要做沉澱，有一些不用。對，有一些像我們有一些油，你可能會看到沉澱，像芝麻油裡面那些沉澱物，其實是一些蛋白質啊，一些多糖體之類的，就是它種子本身的營養價值，它其實是可以食用的。那這樣像一般你們在做這個沉澱的時候，是下面的是要把它丟掉嗎？下面的是不要留了？對，我們會先把它移到那個不透光的油桶、不鏽鋼油桶裡面，然後靜靜等待幾天之後，然後就只裝上面的，下面的就清澈的油。對對。了解。是，然後就按用
那这个听起来是一个有点复杂的过程，按用嘅方法，将有办法来做出好油嘅。刚刚第一个谈的时间，我就觉得很好奇，怎么会有这些知识？就是从哪里来的？对那一片学斗你之前有接触到相关的？可能以前就学的时候是相关科系吗？还是怎么样学习到？其实不是我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刚开始还蛮天真的，就是我们就是家庭主妇嘛。那一开始我是跟我的一个邻居好朋友，我们两个我是跟他share这个想法，我觉得这样的油好像很难找就是物理式方式榨出来的油很少。我们后来发现好像是以前很多油车间，但是后来好像民国60几年之后就慢慢没有了，对，慢慢没落了。那我们就很想把那个时代的阿嬷的好东西带回来，就是可以让就带回来这个现代。对，因为我们发现好像很难买得到这样的油。那我们刚开始其实就是很天真，以为油好像可以用类似像果汁机也许榨得出来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想得很天真。对，其实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有经过了一些研究啊，去走访啊，然后去拜访榨油机厂商啊。然后榨油机厂商一开始，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有点在台湾这样子的行业，有点是夕阳工业。对，是夕阳工业。是夕阳工业。那时候大概只剩下1、2家在做冷压设备的厂商。那时候他们听了我的想法，就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所谓要小量做，然后又要有冷压，其实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后来其实是在国外找到这样的机器，就有实现我对做小量的新鲜的油的需求。对，我们就把它引进到国内。但是从国外找到的机器，就表示维修也要送回国外。对，就是中间真的是一段很辛苦的血泪史。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没有想太多的时候，你反而敢去做。那但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头洗下去了，没办法，所以就不得不一一克服亚的困难。鼓手张有亚哈聘这案后给送聘，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好了。我们从他们的营养价值来跟大家来做分类，有一个系列叫做 Omega 3系列。Omega 3系列有哪些油呢？我们 Omega 系列目前有像亚麻仁油、然后印加果油、南瓜籽油、还有紫苏油，今天没有带来。对，我好奇一个东西叫做印加果，是也嘛个东西啊？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认识这个东西。印加果油它是一种，就是它是长一种藤蔓植物的果实。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里面有369，Omega 369都有。对。那最近是这1、2年是因为就是广告的关系，很多人常常听到。对，常常听到。那其实它里面Omega 3跟9其实跟6其实都是对人体很好的油。对。那 Omega 3主要它就是对于抗发炎，然后保护头脑跟心血管，都非常的好。对，所以这是印加果油。对，就是这个系列的 Omega 3的油。对，因为它都含有 Omega 3，都含有 Omega 3。对。那如果是有另外一个叫做亚麻仁油，对不对？对。亚麻仁油今天有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食谱，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食谱，我称它为3分钟料理。这么简单，对，而且看起来很高级耶。对，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有时候就是早餐、晚餐的宵夜我也会吃，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就准备无糖的优格或有糖都可以，然后上面铺一些苹果丁或者是跟一些坚果，对，然后只要淋上1层油就可以了。就这样，对。这样会好吃，很好吃，真的吗？对，好吃又营养，然后又还可以配个面包。对，面包的部分，我们可以早餐的时候可以用来沾，就是沾那个亚麻仁油加巴萨米口的醋这样吃。因为亚麻仁油它的缺点是它过一阵子它会比较有点甘苦的感觉。那我们加一点红酒醋呢，或加在优格里面就可以
综合掉那个苦味，对，会非常的好吃。哇，又健康，真的，养空影儿就是一个感觉朋友来的时候很高级的一个小甜点。对对对，小点心有没有？又健康，对，现在太家都讲要变皮啊，要变太口啊，古说按用个一类小点心，用好的油就可以做出来，对不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 Wendy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抗氧化系列的油。好，抗氧化系列的油就是所谓的维他命 E 含量很高的油，像芝麻油、花生油。哦，花生油也是，它也是抗氧化系列的油。哦，我不知道原来反挑给加车按狗，给含做的抗氧化。对，因为它的维他命 E 非常高，甚至是比芝麻油还高。哇，对，所以其实花生油啊、芝麻油这些其实都是抗氧化系列的。我觉得我很好奇的是，你们家的芝麻油跟咖啡豆一样，有分什么不一样的烘焙程度哦？对，我们家的那个黑芝麻油跟白芝麻油都有分浅焙、中焙跟深焙。差在哪？它很特别，就是它每一种焙度的香气都不一样。对，那浅焙的话，因为它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强烈，就可以用在像沙拉、凉拌之类的。对，凉拌之类的。那如果中焙度的，它就很适合用在日常的料理，像煎、煮、炒、凉拌都很好用。像我们有一款中焙的香油，这款目前上了很多日本杂志的介绍，而且我们没有花1毛钱，就是日本人很喜欢这款油。那有另外一款中焙的本土黑麻油，它也会有点颠覆你对黑麻油的概念，因为台湾一般人煮的黑麻油都是比较深焙的，就是炒到它香哎，就是它要焙度够，所以香气才会很足。对，它香哎，对，然后它比较能够用在像麻油鸡啊，或者是3杯鸡料理。但是我们把它分焙度的话，如果你用中焙的话，它用在日常料理，你就不会觉得它很燥热，也不会太过抢过食物的味道。对。那我们也有提供深焙的，就是适用在传统的料理上面的，对，都有就是了。对对对。不过今晡日后节目当中，听说儿童大家来小姐嘅福气印密咯，我想 Wend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厨后要炒出所谓的锅气的秘密，其实跟油也有关系哦，对不对？对。其实，因为我们在家里煮饭，有时候我们的火没办法那么大，我们的锅子也没有这么的，对，因为就不可能只是不粘锅而已，它根本不能开大火。对，所以我们的菜其实很难炒出像大厨那种锅气，那种所谓的梅拿反应。对，那其实分享一个秘密，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秘诀，就是可以用花生油跟香油。马该就这么简单。对，就是然后去煸蒜头。对，然后这样子的油，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化学分子，它就会产生出类似很香的味道。对，类似锅气的味道。对，类似锅气的味道。所以像我自己是比较少吃肉，我也不是完全不吃肉，但我有时候喜欢吃一点蔬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样炒出来的菜是真的很好吃，不会像你去吃素食的人会觉得没有味道。对。那我今天就有分享一个那个客家小炒用这样子的油去炒出来的。所以即使是客家小炒会按重口味的东西，用番头油同芝麻油用这种加强下面做在炒出同样的米食哦。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有学到冇啊？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含卡多的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對台中來嘅好油哦，韓國家下要同大家來分享到當到底層吼，像呀飯頭啊、
芝麻，一个东西原来底都有按到嘅这个维他命 E 吧？对，没有记错哈，维他命 E。那唔但唱嘢就做得減當好嘅油以外，還做得來做好食嘅醬。這個Wendy有沒有同大家來分享？就是你們除了做好油之外，沒同大家來分享這個醬的部分，有花生醬跟芝麻醬，這應該也是大家超愛的這個商品吧？對对。因为黑芝麻酱这2款都我们店里面卖得很好的，它的最大的特色它就是完全无添加的，像它里面的原料就只有一种，就是它本身花生跟芝麻。对，像花生的话，因为我们也是做无糖的，但是它吃起来会有点淡淡的甜味，没有调味的，没有调味，然后也没有加糖跟一些都没有，其他的油品都没有加。对。一般的话都会加一些沙拉油之类的，我们是完全是没有加的，所以是对，想要怕负担的人，其实它是一个还蛮好的酱料。对，因为它就是很单纯，就是只有食材几起嘎听听，没说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耶，它就是完全的只有它自己。对，哦，那像这样子，没有加调味的，一般来说 ，Wendy 会建议大家要怎么料理它呢？要怎么使用它？它可以用来拌面，或者是直接涂面包，或者是馒头。那拌面的话，或者是它可以用来沾一些当蘸料也可以。好想用来泡牛奶哦。也可以，对。感觉会很好喝。对，因为它里面的钙质，像黑芝麻的钙质非常的高。然后那个花生里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营养价值。这个拌面的酱料也是，你用芝麻酱调的吗？对，它很简单，就是它应该也是不用到10分钟就可以变出来的一道菜。刚刚那个3分钟嘛，这个不用10分钟。对，其实应该不含煮面的话，应该5分钟吧。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它怎么做。它就是花生酱跟黑麻酱，就是各一半，2种各半，然后加1匙到2匙的酱油，然后再加2匙水，然后再加半匙的黑醋，然后再加一些再加大概1/4匙的糖，然后就把它慢慢的搅拌均匀，对，这样子拌面就非常非常好吃。感觉好好吃哦。对，又很营养的感觉，又简单，5分钟听听5分钟料理耶。对，那这样的酱也可以用来拌菜，也很好吃。对，凉拌青菜的感觉，没错的，没错。然后我看到你们有一个商品是很多客家人都有在做，这个酷茶油。对不对？其实很多客家人也都喜欢，对，就觉得它很健康嘛，对不对？你们也有苦茶油？对，我们家的苦茶油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到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家的苦茶油有坚果香气。对，因为有的人我唔敢说，虽然低基迄种空天的东西是很健康的油，不过吃起来就会痒痒，就是担心就是有个味道会有人不喜欢。对，不过你们家的是反而有坚果的香气。有坚果香气，它是属于一个前味的部分，因为它很新鲜。那它可能过几个月以后，它就会不见了，就会挥发掉。古早赶呀起的时节，趁新鲜的时候赶快把它吃掉，对不对？对。那一般你们也是拌面，还有完蛋了，我想不到其他苦茶油要怎么用。苦茶油像林杰良医师说，它是全世界最好的油。它甚至林杰良医师说，它甚至是比橄榄油还好，因为它主要是 Omega-9的脂肪酸，它可以很耐高温之外，它对心血管也很好，所以它基本上用来煎煮炒凉拌，你想得到的料理方式它都很适合。而且重点是台湾东都苦茶籽。对不对？对，比起橄榄油算很多了吧？是，就是我们本土的嘛，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食物里程。我们一样是有分本土跟进口的，还是有分？对，因为台湾本土它现在的量比较少，所以它的价格依然是很高，还是很高。对，就是我们会还是给客人不同的选择。不过我看你有按多种某 Q 用嘅油，你有这么多种产品，这么多不一样的分类，我就提到你非常讲究
你商品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我也很想要问 Wendy， 你自己在推广这些商品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可能很多顾客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理解，你为什么有卖这么贵啊？为什么有分这么多种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推广商品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会啊，第一次当然有一些客人会拿我们的油品，就是跟他的既定印象去比较，比如说他可能会印象中一瓶油大概就是多少钱，那可能我们的定价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也没有高很多，对，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是要参考一个大众能够负担的价位，但是我会给客人一个比喻是说，我们的油就像是果汁鲜榨的100%的，但是呢。如果要拿去跟那个大卖场的浓缩果汁来比的话，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对，浓缩果汁像比如说柳橙汁好了，它可能法律规定它可能几%以上，它就可以宣称是，对，宣称是柳橙汁，但我们是真的做到100%的。对，不过像按用个油啊、后品这类东西，它家个做很会进来进精，进来进强，所以其实一喝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对，没错。客人他们喝过，给你什么样的反应吗？就是喝过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艳，他们很多人刚开始都说我不要喝油，我就觉得感觉很可怕，要喝油好恶心哦。对，但是你后来直接喝了之后，每个人都说哇，原来。好喝的油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欣赏油品的人，对，油品的人，对不对？对，所以其实真的，你做迄生了出来，好的同好的，你做其实蛮聪明的哦，对不对？是分得出来的。我觉得人的味觉是很聪明的，对。但是这几年呢，不得不说，大家听说都有他注意你身体康健，他注意摄入度的东西。故说对油呀，件事情要进来进充实。当客人开始对油有比较重视的这个转捩点，你觉得是什么？应该是，其实我们是在油安事件之前就创业了。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天真，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卖给谁，就是包括我的，就想说自己要用，对，刚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包括我的公公婆婆，他们都会就是会跟我说，你做这种油到底谁要买啊？对啊，那个卖场不是一堆嘛，对，但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坚持了大概1年多之后，就发生油安事件，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些客人开始慢慢注意到我们，然后有一些像书店啊，或者是一些通路也来找我们合作，所以我们的东西才慢慢被大家知道。对，所以就是大家开始很重视这样子的油品。那上新可能唔单枪身体康健嘅人要注意，尤其身体唔好嘅人还较要注意。就是由于嘞这个客人让这个 Wendy 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也给你很大的能量跟鼓励，对不对？对，他是一个阿公吗？对，其实我们的客人都很好，都常常会说，你们做的油很棒，然后谢谢你们做那么好的油。哇！但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因为其实我这个创业历程啊，我觉得其实虽然走了10年，就是其实每一刻都是很战战兢兢的，因为我们其实从生产一直到行销端都是自己来，就是校长兼撞钟，所以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是女生，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在面对这么大的机器跟生产的过程，其实常常会卡到很多的挫折。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是因为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就是觉得很挫折、很低潮的时候，很阿仔的时候。对，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大概70几岁的先生，他就是一跛一跛的走进来，然后就是长途跋涉的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找你们找好久哦，他好像是看电视来的。那他就说，他就说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就说你们真的很好，要坚持下去。然后，我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很节省的先生，但是他买我们的油的时候，还一直跟我们说你们的油不贵。好的油，其实你吃好的油以后才不用花那么多钱看医生。然后我就觉得那天真的是很想哭，我觉得，很谢谢，我觉得他是天使，就是
这是神派来给我们，就是鼓励我们的。有，这就表示你的做嘅东西嘅好品质，有受到人下嘅肯定，而且也会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对不对？对对对。鼓手，节目嘅亲密哦，存某几多时间，我们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想找到你们，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找到你们呢？其实可以搜寻我们，对，搜寻网络上搜寻。然后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就是如果需要订货的话，那我们目前在一些书店也有铺货，像诚品书店，然后像一些小型通路也有，只是它的系列没有那么齐全。如果有需要的话，需要全系列或者是本土系列，可能还是要直接跟我们，对，直接找我们。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到台中来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店里来品油。对，鼓手分享太假，去请 Wendy 聊哦。今天谢谢 Wendy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